来看嘉义的旧薰草场呢，是运作到2002年正式结束，让大家见证这地方产业的大发展。为了要让这些民众会当了解这历史，嘉义市文化局是伫这办展览，透过多元的形式来分享这项在地的产业。相片记录着分农的生活甲工课的过程。伫旧嘉义薰草场要转型做区域设计中心进前，嘉义市文化局透过展览甲导览的活动，要让民众来了解嘉义较早种薰草的历史。利用这个展览机会，其实阮会规个走足侪位去找这个故事，去用这种拍片的形式，用展览的形式，希望咱会当后一代的朋友或者学生囡仔。会当更加了解咱家己市的过去，很有趣。它也是台湾一部分的历史，只是它可能暂时被暂停。那我们现在把它重新开启那个播放键，所以我觉得很有兴趣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。占地3公顷外的旧嘉义薰草场，伫2019年登录做嘉义市的历史建筑了后，嘉义市伫2021年正式执行薰草场的活化计划，希望透过空间的改建甲利用，保留这1941年启用到今的历史厂区。这个展览呢是第一步，让大家重新再认识一下烟叶厂的历史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的是烟厂的活化。那活化之后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，我们会有属于自己的文创园区，我们会有自己的设计中心，我们会有自己的新的展演空间。感觉到比较安慰的是说，这个地方被保留下来，然后会继续的发展下去，而且对我们嘉义市未来应该有很大的贡献。举办展览的嘉义影视基地，就是较早薰草场的礼堂。文化局表示，刷来对其他的建筑物开始进行评估甲修复，希望文化转型的旧薰草场，未来当提升地方文创产业的发展，也带动社区的经济建设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